我哋學校今個禮拜咧舉行咗數學周活動，全校1至6年級嘅同學都會參與唔同嘅數學相關活動嘅。1至6年級嘅同學喺早讀嘅時間會閱讀好多有趣嘅圖書，仲可以同大家玩數學攤位添。而1至3年級嘅同學就會同屋企人一齊參與親子立體模型設計比賽，發揮唔同嘅創意。3年級嘅同學就會參加數學圖書獎勵計劃，除咗睇書之餘，認識唔同嘅數學家。4年級嘅同學就創作中華文化嘅主題，做對稱嘅圖形。5至6年級嘅同學就可以參加數學遊蹤活動，挑戰自己嘅解難能力。我哋希望小朋友透過唔同嘅數學活動，可以用數學嘅方法去思考同埋解難。希望佢哋透過活動可以更加鍾意數學。我覺得今次活動好有趣，因為可以學到好多新嘅數學知識。我而家覺得數學唔單止係計數，仲可以有好多創意㗎。今次活動令我對數學改觀，因為我發現數學原來可以咁實用，唔係淨係書本上嘅知識，我學到點樣用數學解決問題，覺得好有成功感。平時我覺得數學好悶，淨係計數同埋做練習，但係今次嘅活動讓我覺得原來數學嘅活動可以咁好玩，我學到好多數學嘅新知識。今次數學活動令我覺得數學原來更有趣，唔係單止計數更簡單。我學到點樣用數學解決問題，而家我更加鍾意學數學。覺得今次活動好有趣，因為可以同同學一齊玩，同埋學到好多新嘅數學知識。我而家覺得數學冇咁難啦，反而想挑戰更多嘅數學題目。數學遊蹤活動最有趣，因為可以周圍走，同埋組員都可以一齊解謎，好探險感。我哋仲要計咗數先可以過關，好有成就感。我最鍾意數學遊蹤活動，可以學校周圍走，好似尋寶咁，仲要用數學知識解謎，好有挑戰性。我覺得數學遊蹤最有趣，因為可以同同學一齊合作解題，仲可以學到點樣用數學解決問題，好實用啊！我覺得對稱圖形創造最有趣，因為可以剪到好靚嘅圖形，仲可以學到點樣用數學知識去設計，好有藝術感。我覺得剪對稱圖形創作係最有趣嘅，因為可以剪好多嘅靚嘅圖片，仲可以學到點樣剪啲對稱圖形，好有創意㗎。我覺得數學圖書獎勵計劃最有趣，因為可以睇到好多有趣嘅數學故事，仲可以拎到獎品，好開心。我覺得數學圖書獎勵計劃最有趣，因為睇完圖書之後有獎品拎，仲學到好多新嘅數學知識。原來數學書都可以咁好玩。我覺得親子立體模型比賽好得意，因為可以同屋企人一齊整嘢，仲可以發揮創意，整出嚟嘅模型仲好靚添。我最鍾意親子立體設計比賽，因為可以同爸爸媽媽一齊整模型，好溫馨，仲可以學到很多嘢。我覺得親子立體模型設計比賽最有趣，因為可以同屋企人整嘢，仲可以學到點樣用數學計尺寸，好實用。我覺得最有趣嘅係攤位遊戲，因為可以同朋友一齊玩，仲有獎品拎，好刺激。
我最中意嗰個四色地圖遊樂，考下自己嘅數學速度，學到有挑戰性。我覺得攤位遊戲好有趣，因為有啲遊戲好搞笑，例如動物分析室，要揾動物嘅方向，好好玩。我覺得攤位遊戲最有趣，因為有啲遊戲我哋要用腦去諗，就好似色子大挑戰咁樣，好考我哋嘅數學能力。我覺得攤位遊戲最有趣，因為有好多唔同嘅遊戲可以玩，仲可以同其他班嘅同學一齊玩，好熱鬧。